特效是怎么做的呢？他拍好了以后呢，要分享选那个动态分享，传到Facebook 的动态、现实动态，然后有一个特效的选项，按下去，你看特效有分这个星星的啦，放射状的啦，还有好多种图还有可以框起来，还可以图案，还有花草图案的动物的，还有画框的图案，好优秀，原来可以创造这种特效啊！优秀。我已经按了特效，然后结果为什么？特效处理中。按。OK， good，OK。特效做好以后再放在哪里？要搁起纸，要起笔无？要食茶哦。茶小好呢，下小好。下小茶。做都唔爱影片放里底。